Hello， 大家好，真房源真價錢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，我係龍興置業阿豪。今日我哋睇嘅係區政府中心一個樓盤清泉城市廣場。我哋呢個樓盤咧係位於白雲路同埋金匯大道中間一個位置嘅。我哋呢度去天虹1.1公里，樓底下咧就有市場。而家身後邊咧就係土湖市場、診所啊、肉菜啊，同埋各式嘅食嘅用嘅，呢樓底下都係好齊全嘅。今日睇嘅一套細單位，而家跟住鏡頭上去睇睇。而家嚟到屋苑裏邊，呢套係37.72平方嘅單間帶陽台嘅。而家業主咧係25萬可以出嘅，價錢仲可以傾。我哋跟住鏡頭睇睇呢套屋。仲有呢套房37.71個平方，業主25萬可以出。優點咧就係生活方面，樓底下咩都有。第二個咧，交通方面，樓底下公交車有差唔多10路嘅公交路線。第三個咧就係小區，算喺周邊嚟講算比較大型嘅一個小區啦。缺點都講下，我哋呢個係專門小戶型嘅一棟，個戶數會比較多嘅。如果對呢套房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隨時聯繫我哋 WhatsApp 嘅，關注我，帶你睇盡每間靚房。